再来看桃园市的电动汽车，今年已经超过1万台了。市政府的交通局嘛，按算讲要伫154个公有的停车场设858个充电条哦。9月开始有71支慢速的充电条会先营运，快充是按算11月来启用。停车场无车来充电，充电器徛伫遐用先先。桃园电动小客车按去年7月7789只，一直成长到今年7月底，增加到11491台，占全市789890台小客车总数的1.4%。桃园市交通局伫今年9月新启用26个公有停车场，71支慢充器，民众团讲每一度就要收9块，有赛车的民众认为安尼收费伤贵啊。离峰时段去充的话，相较之下会比较便宜一点。真的很没有电才会选择在停车场充。在停车场的话，还有一个停车的费用，车友来充电的话，是不是对于这个停车费用，能够稍微调降一些、减免一些？针对慢充电为车主划贵，还有停车充电分开算钱，希望充电的时阵会当减免停车费。交通局回应讲，头一波已经使用26个慢充充电器，快充有加11个使用。分别由台达电甲华盛电能2间厂商负责营运，照行情甲营运的需求来定价效，各设定收费的相关限度。费率是由业者参考市场行情及营运需求去制定，但不可以超过本局规定的慢充1度9块钱上限，然后还有快充1度12块钱上限。交通局讲，目前总共伫154个公有停车场安设858支快慢充充电器，陆续当咧启用中。路外停车场充电器数量已经到总数的4%，后续会持续观察充电器的使用率，若是无够用，会陆续增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